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位于高雄小港区一间永和之家，互人伫面册来铺一段影片。这个画面内底有两个女照护员，甲一个阿嬷两边的耳仔扭咧安尼摇安尼害，而且佫甲阿嬷念鼻仔念下海。阿嬷有骨哪解，想要甲因的手甲掰掉。上界恶一的是，两个人佫甲影片录落来，传去伫网络顶展互人看。 但是永和之家私底下回应讲，因是甲阿嬷在耍，无愿意出面来说明。也毋过嘛有家属来表示讲，这间永和之家的卫生哪像嘛有问题。社会局讲会联合到卫生局来稽查，无排除罚款上悬15万。 画面当中的照护员由阿嬷的耳孔，然后一直甲洗，佮甲阿嬷的头抹掉咧，四界害佮真大力。然后另外一位嘛伸手去念阿嬷的下海和鼻仔，阿嬷一直想要甲对方的手掰掉，佮摸伊的鼻仔，看起来就是真袂爽快。毋过过程当中，两位照护员佮直直咧笑，这段伫抖音的影片红铺伫面册社群。这个地点都是伫高雄小港区这间瑞安永和之家。对两位照护员的行为，主管敢若讲因只是咧耍，毋过无愿意出面回应。市电铃嘛无人要揣，毋过中心内底明明就有人看到摄影机咧翕，随甲他门关起来，记者敲电话。你们看剧场吧。所以你们不愿意出来说明？记者受访，甲电话挂掉，有住民的家属来嘛无派人出来接待，互这位家属白走一逝，骑车离开的时，伊佫讲。卫生上没有。 针对安尼对时代行为，社会局嘛讲无啥妥当。从影片上看起来长辈也没有很开心，所以这个照顾的方式是真的不妥了，所以我们会进入调查。那如果他有违反老人福利法第51条，就是有一些虐待的情事或者是不当的一些照顾情事，就是可以罚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，并且是公告性命。另外，家属讲的卫生环境部分，社会局嘛找卫生局做伙进行联合稽查，会到现场查看卖，感受其他违规的事项。